今日咧嚟到呢一度咧就好開心啊！就係話我哋要去喺鬧市中揾到呢個平靜，喺喧嘩裏面，我哋都仍然可以保持一個靜嘅心態。呢一個空間咧，將會係我哋每一個人好好嘅修煉嘅場所。呢個會係一個好好嘅地方，俾我哋學習去專注自己，保持一個寧靜嘅心境，尋找自己內心嘅和平。乜嘢聲音幾嘈都好，都唔能夠蓋過你嘅呼吸聲。留意自己嘅一呼一吸，能夠將呢一個外在嘅煩囂變成你內心寧靜嘅拍子。我哋今次係幾有意識地選擇一個相當嘈吵嘅天橋，原因好簡單。香港呢個社會嘈唔嘈啊？越嘈越要靜心。好多噪音嘅研究嘅結論都係噪音對個案主有幾大嘅影響，關鍵唔在於噪音嘅分配，關鍵在於案主點樣去接收、去理解呢個噪音。我點理解件事係決定咗嗰件事對我有幾多影響。其實觀心園最精妙嘅設計就係嚟自於呢度，隨住橋墩嘅分隔有唔同聲音嘅區域，由迷陣嘅好似人生入邊好痛苦啊、好迷亂嘅狀態，去到生命之花嘅過渡，去到明陣咧，聲音亦都會平靜落嚟。去到海邊嘅時候，其實原來就已經海闊天空啦。希望大家咧可以嚟到觀心園呢度，感受到你內在一個變化嘅旅程啦。如果可以咧，你甚至而家已經可以慢慢俾自己放鬆，坐直，眯埋眼，做一個動作，隻手掂住呢個位，胸口，兩隻手掂住，代表住我哋尊重自己嘅心，代表住我哋尊重自己嘅內在。然後試下俾自己呼吸嘅時候，將啲噪音拉遠，同噪音講：噪音啊，你可以翻你嘅地方，你可以去翻你嘅地方，我容許你出現，容許你消失。感受到有聲音，同時唔俾力量去。見到呢啲柱咧，上面咧每一條柱都有啲字噶。我揀咗呢條柱咧，就係寫住呢個離字啦。祝福大家都有一個平安嘅心，面對生命嘅喜樂，面對所有生離死別。好開心嚟到呢個生命之花，不過咧，大家嚟嗰陣時咧，唔好淨係掛住望住個地下喎。我哋其實坐呢個位咧，都有好多唔同嘅字句喺度提醒我哋一啲嘢。我揀咗我隔離呢一個咧，就係珍惜眼前人。其實我哋好多時好煩惱嘅時間咧，都係諗緊自己。但係如果你得閒可以諗一諗，其實你身邊入邊仲有好多你身邊關顧你嘅人，你愛嘅人咧，其實你嘅煩惱咧，可以幫人分減一半嘅。太多人有壓力啦，其實兩句說話可以解決嘅。第一句就叫做動時靜，第二句叫靜時動。咁呢啲地方邊度揾呢？今日呢度有個地方，嚟到呢個觀心園，自己行嚟行入去出翻嚟，唔使睇其他嘢啊，望住佢行完一個圈，話俾你知靜晒噶啦。有時候會唔會真係我哋諗得太多啦？一路沿住嗰條路行一條路嘅啫，一路去感受下周圍嘅環境，與個環境共存。釐清自己嘅思路，等佢沉澱一下，然之後再坐低，留意下自己嘅呼吸，真係可以做到呢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圈嘅呢一個感受。呢一個係我哋今日觀心園練習嘅最後一個環節。我哋嚟到海旁，望住個大海，感受維港兩岸嘅能量。然後試下一刻將你所有心中如果仲有剩低任何嘅煩惱、任何嘅執着，你覺得值得放低嘅，掟出大海，感受大地母親嗰份無盡嘅包容、無盡嘅愛，係會接收、係會轉化我哋所有嘅煩惱。然後感受天上嘅爸爸無盡嘅慈悲祝福同埋愛。多謝你嘅祖先，多謝香港，多謝維港兩岸嘅所有人。
同每一位市民講：願你平安，願你幸福，願你快樂。多謝大家今日嚟參加呢個開幕禮。香港竟然可以有一個公開嘅地方，俾一個場地，我哋做 mindfulness 正念。我哋新生命平台非常之榮幸，成為第一個團體喺度長期使用嘅。咁咧，未來3個月不斷咁推出嘅節目，所以呢個地方咧成為一個新嘅道場。多謝大家。